最近文件造假事件咧喺香港鬧得沸沸騰騰喎，咁咧有一啲人咧去申請學校咧嘅學生咧，佢哋就用啲假文件入學。咁鄧律師，佢哋犯咗啲咩法咧？第一項咧就係叫做虛假陳述罪啦，即係同香港政府或者係相關機構嘅職員咧講大話。例如入境處喺2023年咧就破獲咗一宗咧外籍傭工簽證嘅時候咧用假文件嘅案件，咁一經定罪咧判14年㗎。好嚴重喎。係啊，第二項咧就係啲虛假文書罪啦，包括咗編造、使用同埋管有呢啲文件，都係構成犯罪㗎。2022年有個男人咧用假嘅工作證明去申請延期簽證，結果被判咗30個月㗎。至於今次咧講緊假學歷入學嘅咧，通常都係會用以欺詐手段係取得服務罪去處理嘅。例如港大女碩士用假嘅外國學歷，最高判刑咧可能成10年㗎。而最近咧有啲人申請香港身份用假啦，一旦罪名成立坐監18個月至到3年都係有機會。哇！咁如果有啲人知道自己涉嫌犯罪，或者已經俾人拉咗，咁應該點做咧？咁樣第一時間梗係揾律師啦。你有權喺律師陪同之下咧，先至錄口供嘅。因為刑事案件咧，我哋會好講犯意，即係話咧，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啲犯法嘅，有冇心做？律師可以幫你除咗處理保釋啦、求情啦、爭取減刑啦，又或者咧係咧真係唔知道冇犯法點樣去辯護或者係做無罪嘅辯護咧？以上呢啲咧嘅罪名咧，其實因為最高刑期咧都非常之重嘅，實際量刑咧又未必係要睇每個案件唔一樣啦。所以我哋平時辦嘅時候咧甚至乎客人咧保釋金由1萬蚊去到好幾十萬都有嘅。呢啲法庭而家嘅法庭咧，亦都有啲傾向咧，可能就係話會比較嚴格一啲咁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。冇問題啊，即係千祈咧，如果有呢啲問題咧，就唔好自己估，亦都唔好自己處理，最緊要揾律師聽清楚法律意見，咁先至係聰明嘅做法啦。